Hello，我係子晴，我係今年嘅新人，亦都係響樂團嘅主音，子晴，你好。今年會集中向咗新角度出發啦，做好多我自己個人嘅單曲啦。咁我啱啱好似推出咗兩首嘅，咁第一首係神本布依啦，featuring Y Y Lam 啦，咁跟住最新呢首叫笑死啦，係 featuring 彤彤啦，同埋 Pony，咁彤彤係小薯茄啦，彤彤啦，咁 Pony 就係我喺 ViuTV 一齊做粉絲福利處嘅好拍檔，其實兩個都係好拍檔嚟嘅，不過係因為個 season 完嘅時候咧。我撩佢哋一齊做，所以變咗呢個 featuring 就係因為拍 ViuTV，然之後誕生。趣事啊，趣事就係、我記得咧，趣事就係我好似永遠都要做下把位嘅，永遠都係要俾人吉啊，俾人串啊。呢、個好似係我嘅終身嘅一個命定嚟。係啊，我由入電視台做主持，去到而家出個人嘅單曲啦，裡面都係 keep 住俾佢哋詼諧揶揄。咁裡面其中一個最 signature 嘅一個點就係、好似係彤彤係喺度鬧喎，好似係你又肥，個鼻又多油嗰啲咧，咁你又鉗唔少得，跟住然之後又係咯，食番薯都有肚腩嗰啲，咁就都幾搞笑嘅，幾詼諧嘅。咁所以我相信聽呢首歌嘅人都會覺得幾特別，因為好少有首歌係鬧人嘅一首歌。近排其實咧有啲唔係咁開心啊，因為睇到好多唔同嘅報道，例如海運戲院啦，好多唔同嘅地方都遷拆啊、搬遷或者係重建。咁彩虹村都係我其中一個特登係好希望呈現我哋香港好靚嘅一面。咁啱啱你咁講，竟然重建，咁就有啲可惜。但我相信有啲文化係我哋會永遠珍惜嘅，咁所以我覺得既然都已經輯錄咗喺 MV 裏面啦，咁我相信睇到嘅人都會有回味嘅一刻嘅。哦，對於獎項嚟講，我豁咗出去，原因係做咗咁多年好似冇獎啊，唔係，其實有嘅，響樂團之前有嘅，有好似新城有啦，跟住係啦新城啦，跟住港台都有嘅，咁亦都有啲嗰陣時有咯。咁而家跟住個人嚟講，我覺得獎項對我嚟講有梗係開心啦，但係冇呢，我覺得有陣時唔好太過為咗呢件事去追咗落去，因為我做音樂嘅原本嘅初衷就係希望每一首歌都會引起唔同人嘅共鳴啦，或者中意聽嘅可以支持啦，唔中意嘅可以留待我有啲作品去中意嘅時候再支持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獎項嚟講，隨心啦，隨緣啦，有未俾到我更加動力咯，因為都捱咗好多年。我都好似有喺商台嘅其中一個節目度分享過，話好似我由頭到尾都未試過入過叱咤，係由樂隊去到一個人都好似未有過。呢個係我遺憾嚟。咁可能作為一個音樂人，呢個遺憾我相信都有一日會成真嘅。睇佢哋俾唔俾機會我啦，就係咁。之後會唔會話有咩願望想去做啊？願望今年其實做咗，即係對我嚟講，子晴或者響樂團，今年做咗好多好大型嘅一啲項目，包括我個殯儀紳士音樂會啦，跟住又推出咗自己幾首歌啦，亦都有做過一啲好特別嘅告別儀式啦。我去咗間醫院同一個仲有可能3、4日命嘅病人去分享音樂咯。咁每一樣嘢都好特別，亦都每一樣嘢都好深刻。對我嚟講，好似一個人生嘅其中一個階段，終於做到一啲以音樂可以去療愈自己，亦都療愈身邊嘅人嘅一啲作品。咁我希望嘅嚟緊係會將我個殯儀紳士音樂會繼續去延伸啦，會有 Season Two、Season Three、Season Four，亦都喺唔同嘅角度用我自己嘅聲音去同大家去分享，去再了解、再認識自己啦，或者你了解我啦，認識我嘅音樂啦。咁我會希望係咁樣樣。咁所以係咯，呢個就係我嚟緊嘅大計。殯儀館開音樂會其實係好契機嘅，我唔係刻意地，即係有啲人會以為係我自己做主動去做一啲標題嘅嘢，或者eye catch 嘅嘢，令到你留意到呢件事，唔係，而係殯儀館係有一次想搞 open day，佢想搞個音樂會，但係佢知道坊間應該會冇一個歌手願意走去殯儀館唱歌，
就係唯獨是突然間有個人咧就係、轉介咗話，喂，你揾子晴啊！子晴係一個都幾大膽，亦都幾願意去創新嘅一個人。咁佢揾咗我之後啦，呢個唔係讚我自己，純粹係即係我係覺得，如果件事係有意思或者係有意義呢，嗰個樣嘢幾咁艱難都好啦，我都會嘗試去完成佢。咁so far 揾咗我之後，我就消化咗一段時間，我都覺得都幾值得去行另外一條路啊！咁我就做咗第一次嘅喺殯儀館嘅音樂會之後呢，換咗好多唔同嘅迴響啊，好大啊！香港即係成個香港基本上有好多人討論呢件事，咁我先覺得啊，不如試下以一個即係作為一個音樂人呢，你一定係想多個自己嘅作品或者自己創作嘅嘢多人認同、多人去睇啦。咁所以啊，既然做音樂都未必咁多人認識到，反而係做咗一個咁特別嘅一個分享會，令到好多人都會知道呢件事嘅話，不如認真去做好佢，將呢個 IP 成為咗自己 IP 之後，再去延伸。咁所以最初唔係我自己搞嘅，而係真係一個契機、一個緣分，係九龍殯儀館揾我開始嘅呢件事，就係咁樣開始咗。咁所以之後點樣發生就大家見到啦。而家會唔會有啲靈異故事可以講？靈異故事啊，即係驚唔驚？會唔會話有啲陰啊？因為殯儀館有啲陰氣啊嘛。靈異故事啊，我講一個靈異故事俾你聽。話說我搞第二次 Season 2嘅殯儀音樂生死音樂會咧，殯儀生死音樂會，我搭咗個靈堂之後呢，我哋成班樂隊都喺個會場度守咗一晚夜，途中我哋一啲嘢都冇見到，但係我哋連埋啲樂器呢，就喺嗰度呢，共度咗成晚，而裡面係一件鹹魚都冇。呢件事真係非常之靈異。因為我哋就明明係想搞個音樂會，但係死都要搭個殯儀館出嚟，就變咗成班人喺度守夜彩排，咁所以呢件事都幾靈異對我嚟講。